现代第一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2章。所罗门决定要为着上主的名起圣殿，搁为家己的王国起宫殿。所罗门就调集运搬的工人7万，伫山里拍照的8万，督工的3600。所罗门派人去见泰尼王希兰，讲：你捌运辟香茶，互我的老爸大毕去宫殿徛起，请你嘛安尼对待我。现在我要为着上主我的上帝的名起圣殿，分别做圣，献互伊，通照以色列人永远的规律，伫伊的面前烧香，常常摆献祭的饼。逐早暗安息日、初一，甲上主阮的上帝所定的节期献烧化祭。我所要起的圣殿真大，因为阮的上帝真伟大，赢过所有的神明。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伊徛起，啥人会当为着伊起圣殿？我算什么，通为着伊起圣殿？我不过是起一间会当伫伊面前烧香献祭的殿尔定。但请你派一个真够用金、银、铜、铁、甲紫色、朱红色、蓝色的锡做工艺，搁真够雕刻的师傅来我遮。通甲我的老爸大毕所准备伫犹大以及耶路撒冷遐个熬的师傅做伙做工，搁请你对黎巴嫩运辟香茶、香茶、淡香茶的材料来互我。我知你的工人熬出黎巴嫩的树，我会派人去协助你的工人。请为着我准备较济木材，因为我要起的圣殿真大搁堂皇。你的工人插树，我会互因小麦2000公吨，大麦2000公吨，酒40万公升，油40万公升。泰尼王希兰甲所罗门回批讲：因为上主疼伊的子民，所以设立你做因的王。希兰阁讲：创造天地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伊赏赐大毕王一个有智慧的囝，互伊有见识、聪明，通为着上主起圣殿，搁为家己起宫殿。当我派一个敖搁聪明的人去，伊是我的师傅户兰。伊是但支族一个妇人人的囝，老爸是泰尼人。伊真敖用金、银、铜、铁、石、茶、甲紫色、蓝色、幼麻、朱红色的锡做工艺，嘛真敖雕刻，阁会晓设计人交互伊的逐款图案。你通互伊甲你敖的师傅，以及你的老爸我的主大毕敖的师傅做伙做工。当我的主所讲的小麦、大麦、油、酒，请运来互遮的工人。阮会照你所需要的，对黎巴嫩插树，把做规排铺伫海里，运到约帕，你就通对遐运去耶路撒冷。所罗门照伊的老爸大毕所做的户口普查，点算住伫以色列地所有的外族人，拢总有153600人。伊互7万人做运搬的工人，
8万人伫山林拍照，36000人监督因做工。